暑假嗰度生日呢，如果参加夏令营，今年夏天喺高雄美浓都有一个专门为国小学生嘅办嘅农事体验营。喺都市生活嘅生日呢，去到农村提摆打插脚，让你让奶度来试田，提摆看到传统嘅农歌机，也头一摆睇观开水准跑来跑去。因为生活经验冇相样，农村嘅各项事情对都市生日嚟讲，马嘅如果奇妙。虽然一开始呢，有啲位奶奶细细嘅，不过用心去认识体验过后，生日呢唔单止同土地个佳美，视野也个开个发嘞。聆听讲解面路点前写记，更重要做出一件做事嘞。一群对都市来参加农事体验嘅小婴儿，老早红嘅钓鱼穷下叽叽喳喳，期待咧每降田都该等。所以有三十，里面有什么？不知道，说不定会跳出一只弹涂。会不会叫他去？衣服落好期成木搭，10天前我先见白骨。我们以尽天尽地尽水的心，祈求活动顺利，让我们种下秧苗，未来能有丰硕的收成。好，一拜，再拜，3拜。好，请工作人员帮忙收香。等一下，小队服会拿这些秧苗给你们。你们拿到是这样一小块一小块，然后你们要自己手剥大概5到7根一丛。不会，我们家是排一排的，不会的。你还没有走到这里，没有觉得很越来越深了，我踩不到底了。Oh my god！ 不行，插队。拔不出来了。大人插腳落天氣，連氣都起唔齊，景堂都見到黃黃咸咸。哎，才慢一点呐，喷到我了啦！小心啊，小心！我们要呈现，老师要帮你呈现啊。很不舒服。为什么？它软软的，软软的，你不喜欢哦？刚刚那坨秧苗给我吧。因为第一次，所以觉得有点恶心。是哦。对啊，黏黏的。現在有習慣了嗎？有。伫掉落南國每個假時節開始，成個老兩的土地就得很難去面連結。好，給你，好，給你，好。超乾淨的。來辦，好。你好要往前啊，比較好看哦，比較好躲哦，啊，好不好？沿着水距往前走，要往前。啊！你有沒有帶衣服來啊？有，好，你要開心啊。對張開時嘅手裡都貴身奶滾滾呢，細細更中意種球厮殺嘞。走在田裡的感覺是什麼？很好玩。本來是一塊這樣的，然後之後就把這個拔掉，搬進土裡的那個格子裡面啊，就可以了。你要把秧苗這樣子，那個要看一樣的距離，然後要搓一樣的數量。那會不會覺得很累？不會，很好玩。對剛剛台中的推翻狗皮出嘅小朋友，每日是見怪。你就插到土裡，在格子裡面，可是你要直直的，然後也不能插太多，不然有一些會比較多養分，別的會比較少。那你在國外有看過這樣子的田嗎？這幾顆是錯誤的哦。很少，因為我看到的不是稻米，是玉米。你插錯了，這排都是你的，結果你插到他的來了，然後換成他插的仲講係跳住擺，試到飛來飛去，更重要的是會妹高不高。看一下，你們後面是家吉東國小的小朋友，年紀跟你們一樣，他們插的秧苗好整齊哦，為什麼你們都是歪的？他們不美濃哎。
安尼读书小朋友哦，伊就倒安尼天丘地尾，伊可能个脚垫下伊个迄吼，伊要垫的微微滋滋啊，嗰种强温度内，个学强学作用的。可是也另外一方面吼，也嘛感觉过好奇，吼，过有一个新鲜感。吼，目前安尼上下小朋友啊吼，可能看过多的，过习惯。天都充滿成個嘅小生，水調度演出幾條前領嘅聲讓，兩世界都學人對土地為強為地好感恩。農夫很辛苦，然後吃飯的時候會不會覺得要珍惜？對啊，現在種完才知道說，那個現在米都很珍貴啊。希望講嘅可以讓人體會講啊個昨天的一個辛苦，個也咪講本嘢今日睇以後一條耕田啊。我希望各人了解他老人家辛苦以後啊，同樣是各方面的各人的興趣甲事業上發展啊，吼，可以改變踏實。普遍用呢個叫變做是送嘅無奈叫，表拍係挑住擺留天橋眼接佢。雖然唔係真機會做更容易，不過記得為記人自家時下嘅重要，留腳下兩地土地。是後天處理順調嘅水準，從睇腳紅嘅奶，水準唔單強係滋潤天橋嘅面貌，咪係農村生兒熱天嘅高水天堂。日治時期來台灣的時候，有修築了這個獅山大圳。純水博物館長年地嘅長果，日本人對水調起嚟做個文化填充，對老農海調水過濾，發天過嘅水，經過水準，建立美濃嘅天橋。日本人為什麼要做這個？給大家玩水嗎？灌溉，為什麼要灌溉？因為日本人後面就沒有東西可以吃啊。你講得比較厲害，你可以講出那個研究所的答案。因為為了經濟，水準水調嘅上好辦合法，總其他嘅生意啲啲從細教到大。不過對都市嘅生意嚟講，實係唔需要嘅體驗。上下階梯的時候比較滑，要慢慢走哦，要慢慢走哦。不要怕，下去。準備5、4、3、2、1。天風裏嘅震撼教育，小朋友活活輕輕，天領提高個提姐姐嘅手個體質觀，行個水準。他差點被沖走，我差點被沖走。有進到水嗎？沒有，但是水又超大。會怕嗎？不會。但我覺得很好玩，如果可以潛水的話更好玩。都市嘅生意同上下生意呢種生活經驗完全冇相同。我肯定馬上呢嚟有錢難，不過係有一種教了個聽嘅經驗嚇，講對於嚟講有去對一個地方就有影響。體質關係係去看那天天，泡啲水準面紅，真係重點。我幫你拿着，慢慢走。好，自己移調整重心，自己調整重心。好，自己調整重心要往前，你的膝蓋要在墊子上面，你的胸要貼在墊子上。後嚟表示轉機心中喊那多。對漳區是為講，你下天天嘅曉得享受泡啲水準面紅嘅滋味，還容易落線到搭啲水玩上，唔記得當地嘅比賽。你有玩過這樣的水具嗎？沒有。沒有，第一次。那你有去過遊樂園玩嗎？有啊。那哪一種比較好？這個很累。那有玩過這樣的水具嗎？沒有。沒有。那講一下剛剛玩的感覺。很刺激。因為要比賽輸贏，所以大家都想快一點。老百姓也對上下嗰種船咧，吼，對土地啦，其實佢陌生，也佢
佢唔敢接受，因為咧生活營養啲本冇嘅東西啊，所以個內上下行也裝啊，剛剛佢吃佢有價值啊。今天嘅水準係農村成員嘅天然流水土，行出出水區，老油老熱，都水成員未做得住，還拿太嘅世界。農村就係自己學教，即係都市成員下少有機會接觸，除從係當然是個判形容嘅類嘢，未係專門太學門。轉相反的方向。然後稻谷呢就會變脫殼，這個外殼呢會脫掉，然後就變成糙米。回造的谷送到精米機去蒸，50個球就變做米。剛開始有這種農穀機，然後我們就裝了。當然那時候生活條件不好，就是裝這個就是為了要賺錢。木槽精米機還得見到咧，農民蟲還保留咧，經過半世紀還都嘅弄過。兩群貓是見過嘅成員後，看懂一問。這個就是米糠，糙米磨出來的這個皮薄膜，這個米糠，米糠可以怎麼用呢？現在可以當肥料，也可以給雞吃。米糠不是可以拿來泡嗎？啊？泡？沒有，不行，這可以當洗碗巾。谷變做米，原來係按用米。長尖啊，都嘅米，原來係很少少嘅。粗粗的、熱熱的、硬硬的，剛剛那個有一點那個殼子的味道，那個剛採收的殼子的味道很香。如果要做胚芽米的話，就從糙米拿去變白米的時候，不要4次，就是在一半大概2次就可以做成胚芽米了。那你翕相機剪翕，傳統精米手，佢都都快嚟眼界，現推介未做唔得變過。明白那個地方，米白色，那是農穀機嘛？啊，前面那叫穀稻分離機，因為稻穀跟糙米的分離機。如果米蟲對排骨到包裝，就慣造入，按到嘅機器實皮，小朋友冇聽出可能是，唔過未做嚟觸碰認識。按下去，它米就會跑出來。你要抓緊哦，不然它米會掉出來。真空包裝的米，誰做的？自己做的，有沒有覺得很有成就感？有。那你在這邊覺得你看到最特別、最新奇的事情是什麼？全部都是。農村度馬介你冇見過嘅杜州，除了一批普通嘅樹葉，都有想唔到嘅變化。考公嘅上冇聽過，入嗰嘅水站到不會紅，表現出未知嘅自然溫度。對都市的小朋友來說，他們平常很少接觸植物，更不會去摸植物，或者是去看它會有什麼變化。那借由做植物敲團這件事情，他們不只可以摸，也可以聞到，也可以摸，就是去感受它。這是天鵝，要把它當成鴕鳥。這個是坦克，然後這個是船。這個是為了要保護最後一棵樹，人們在樹的四周架起了防護罩。因為外面的樹都被工廠的毒氣毒死了。天馬航空嘅想象，佢發出重重嘅衝擊。本流嘅泉水排出天嘅風沙，一條漸強嘅中鵝，種出一隻新希望。行業農村一定學習尊敬大自然，體會更重要嘅辛苦，都是成鵝嘅時日很難分離。很難會記得，今年嘅熱天，窮下啲米農上嘅兩桶農村課。